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5月11，诗篇119篇123到124节安尼讲：我因为望你的救恩，甲你的公义的话，直到目睭花，求你照你的慈爱款待你的僕人，将你的律例教示我。三角来祈祷，照你的慈爱款待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光，是阮的拯救，阮袂惊之罪。你是阮活命的溃烂，阮袂惊之罪。主啊，虽然有对敌要攻击阮，阮的心也无惊吓。虽然苦境临到阮，阮犹原安然自在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的石盘，我要踮伫你来坚固。今仔仰望你，倚靠你的人，你就要予因有10分的平安。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气力甲愿望，阮的一切在伫你。主啊，阮因为望你的救恩，甲你公义的话，直到目睭花，求你照你的慈爱款待阮，将你的律例教示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